第二届慈善面比全国少棒锦标赛12月12日会提高雄民农来比赛，今年客家电视也会提现场直接来转播。有请的是庆阳市民农人嘅体育主播齐赞业、归故乡来转播一场球赛，又会用一路以来嘅生活嘅奇妙嘅讲法，还会讲客家来讲野球，会同一个闹热嘅比赛，即是带本好打球嘅球迷。 一只球就像係變成嘅世妹歸唔來咯，好唔啦？為第12月12日回到故鄉民農轉播第二屆慈善面比全國少棒錦標賽嘅慈善年，受到佢經過成嘅野球總教練慈善面嘅影響，對野球韓國客家文化有幾多嘅想法，希望用客語來轉播，為韓國多球迷唔但搶看球，還做得認識客家。 借由这样子的棒球，是我们整个台湾共同的语言，能够借由棒球，然后用客语来转播，我觉得是可以把棒球跟客家文化也可以结合在一起。我們一定來韓國。對野球具有熱情的慈善人，都係用過發牌的形容來講野球嘅比賽，專業嘅用語變到韓國親切嘅。 所以也拜客家電視台倡議來做比賽嘅主播，希望向韓國多球迷來看。 他对于棒球在播报的时候，其实他都有一些很特殊的用词，他自己个人的独特的风格，所以我们会希望说，透过这次的第2届徐生明少棒锦标赛，我们商请他来，就是来当主播。其实我们可以希望带入一些活泼的元素。今年的球赛會用現場直播的方式，而將最新的比賽情形帶本所有關心的球迷，安尼每做得直接感受會到野球帶本大家的魅力。 到底是谁会获得最后的胜利呢？12月12號，請鎖定客家電視台第2屆徐生明全國少棒錦標賽。客家新聞林根優、陳欣怡特別報道。